高雄捷运紫线评估报告6月就要完成，不过有民代伫咧质疑讲，本地规划民族大陆站煞甲取消啊，迄边是三明区上界大里，不过轻铁甲捷运站拢无伫遮设车站，地方认为讲伫遮呢有设站的必要性。市长陈其迈也表示，会针对当地人口数也有交通进行评估。 高雄捷运出入的民众真多，不管是上班也是上课拢有。未来高捷阁要增加一条支线，也已经公布路线甲车站。有议员就发现，原本规划伫民族路顶的民族大陆站煞互取消。这附近鼎泰里是三明区上大的里，人口数有要25000人。市长表示讲，目前无轻铁甲捷运站经过因社区，上我近的捷运站就是文藻外语大学。 行路要10多分钟，对时大是介无方便。阮就是个学区，无毋对，有需要有必要。啊，但是阮州遐人口无遐济啊，伊毋是咱遮三明区啊。啊，三明区你看，按干咱这个里，1万几个呢。希望下当这条线会当经过大热，爱来台湾考虑，爱伫大热这站爱停。 高捷局是将青线甲紫线夹做即卖紫线，原底是青线的民族大路站才会无去。议员认为，即站附近有病院、社会主体、合体社区，具备较济有设站的必要。遮的这个设施其实拢是高度人口密集区，所以你伫这个所在绝对爱有一个捷运站，会当互咱遮的人伊咧出入方便。设站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在路线目前也会把这个合体社区纳入评估。市长陈其迈初二面对质询的时阵也讲，会考虑到合体社区目前也未定案。捷运紫线全长有36公里，会经过三明、左营、南仔溪等6个行政区，沿路人口有80万人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